讲到这高铁今年的载客量，将有可能会超过8000万人次。有当时啊，若准备着位，因为这人伤过济乘客，说是无多上车。为了要确保权益，高铁每年规定新制度，规定人济时阵呢，最优座就要坐指定的车房。就算平常日早起，毋是通勤时间坐高铁的旅客也是真多。今年上半年，高铁愈运愈人次，已经超过3984万多。尖峰时段自由座车厢增客，甚至一直到对号座车厢走道，影响坐车品质。高铁董事长苏德透露，上近每年实施超尖峰时刻指定车次自由座措施，特定时段也指定车次才有自由座就处调控票数。我是蛮支持他们在这种量的控制上啊，安全控制上，还是应该要多留意。可是很多人应该就会死在自己车，或者是他们就会直接塞在车厢里面。对啊，那我觉得差异就没有很大。苏德讲，高铁运量已经到极限，未来会引进的12组新世代列车，第一组2027年下半年上线，2028年第12组才会全数上线。新车上路进前旅客量一直增加，营养特别高的90月有4个年假，高铁规划达到18日纾困期间，推出215万张优惠早鸟票，头一摆会上加拍到5折。这些分流的策略，怎么样去有效的去把这个尖峰的那个情况去稍微拉得比较平缓一点，可能是一个机会，但是它能够发挥的这个效果一定有它的限制。另外，为着维护车厢宁静，高铁也有计修改，旅客分散客运和日本新改善做法，实施宁静车厢措施。未来乘客接听电话，爱刷起列车相关，若可肯袂听，相当会当依照旅客分散客运改度客运记载。现在有9月2日起上路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